大基本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有的人惯死不爱食假麦菜，不爱啉假麦茶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这台做假，过一假第四条。大字字典解说这个假有主动的意思，咱讲是主假；另外嘛有分开的意思，也就是假开。啊，若分开界线，咱讲是假界。甲厝内架做几落间，也就是假间。隔壁会当讲是隔一堵壁的空间，咱一般是讲住伫附近的人。另外，这个隔嘛是时间上的区别，像讲第二天过一天，咱会当讲是隔工、隔日、隔顶工、隔当日。另外，隔一暝也就是隔暝，过一年就是隔年、隔当年。另外，还有共爸各母合做隔伯，这个文音读做隔嘛是第四条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隔日，头前讲到也是隔工、隔当日、隔当工、第二天的意思。第二个词读做隔间，这个意思就是甲厝内架做几落间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这个目睭生开的骹手实在有够紧，前一天才拄拄开始做，隔日拢已经成隔间隔好势，骹手马切搁有路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假，这是白音；另外文音读做假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